说只怕福利娘有哈乌的这个送阿路，阿木特姨娘你妈就咋不和你比阿克做掉？你妈是家头我妈卢卡头古土，是这个比个这个。福利娘18岁一个嘛阿就得巴扎里头，阿克就咋面路比北大路，阿是问你俺啦，姨娘就送阿是，就嘛娘一得阿克你妈啥子路？姨娘最嘛做嘛，过的地方有哈的是干嘛不都，最说漂亮个。福利娘18岁的母女小路，18岁的娃子生女小路，过来俺们18岁娘路票提马瓜比提马瓜，几十年我都学到咋个点路。福利一次前娘就话做事提入俺们18岁的母女小娘，我提就瓜差别几把拉忙了。过来俺们18岁的母亲娘嘛，一点阿学嘎达都做俺嘛事。18岁的母亲娘嘛，一句阿苗做俺们，过来姨娘嘛。福利娘阿弟咱们马赛出个嘛的，是下头瓜比木瓦达了。这句娘18岁的木那马赛出嘛比18岁的木那马赛出是木巴拉那亚嘛，你个咋瓜？马学来可就一他妈做了。18岁的木那马赛出嘛娘，18岁的生那马赛出嘛比马学。18岁的这句木你说是，一代生你学的呢，是啥嘛哈娘入的咋个嘛个啷个？你话伢听你妈了，我的话伢话么我比，一里面头你自古头自啥子瓜背大了，在马蹄头学头是这瓜爱米，的古里伢侬话的个啷个，话古里伢侬话么我，嘎可以，古里伢侬话的铺个啷个比背大了，古里伢18岁的娃子手里那么塞出几来。若不伢18的生你学是18比伢你咋来可你下嘛你嘛做了那么塞出几来。一年如18阿罗，我的地方有哈里，一咋个的咋个个嘛，米啥样阿罗。